面料大方塞进粽叶，像是怕人吃不饱。庄梦文笑说，这就是南部小吃的最大特色。重量将近是320左右，比外面市面上的要大将近大1倍。肉粽是老公家乡的台南味，油饭则承袭母亲道地的客家风味，坚持用北港麻油加猪油爆香，配料得一道道分开炒。而用传统木桶蒸出的糯米饭，粒粒分明，软硬适中。所绕的每一口都可以配得到料，是妈妈的味道，让庄梦文舍护理长职位，做起台湾小吃。坚持口味必须传统，设备却要现代。光是中央厨房的全套器材就花了300万。人家说日本料理呢，你就会感觉到它好像比较高级，但是台湾小吃你就觉得它好像比较层次level 低了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想要颠覆过去传统人家对小吃的一个感觉，致力提升台湾小吃的地位。店里的每道小吃，老板娘用心呈现，不仅大学生把店面挤得满，真实反映出传统滋味也能走入新时代。帮我包起来的客家话叫做老奶包起来，老奶包起来，帮我包起来。是老奶包起来，老奶包起来。